80後嘅各位老餅，埋嚟睇咯喂！喺你哋細個嘅時候，有冇買過呢種糖盒啊？作為一名喺廣東地區土生土長嘅85後，喺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，喺各種小賣部、糖果店、商場入邊賣糖果嘅專區，就會好容易咁見到呢種糖盒。除咗糖盒身上嘅貼紙會存在差異之外，整體嘅造型幾乎一樣。撇除貼紙唔一樣嘅版本，糖盒一共有2種造型。除咗透明外盒造型相同嘅下半身，佢哋嘅雙手全部一樣。2種唔同嘅機器人款式，佢哋嘅區別僅限於身體同埋頭部。嘗試咗用 AI 還原一下細個嗰陣裝滿糖果嘅樣，但係喺印象中細個時候入邊嘅糖仔應該更加細粒。不過年代太久遠，我都唔知有冇記錯啊！機器人嘅手部同埋頭部都可以拆卸落嚟。細個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將佢哋換手換頭咁玩，上下半身亦都可以打開。但係如果要強行打開嘅話，就好容易會整爛身上嘅貼紙。所以經歷咁多年保留落嚟，而貼紙又係完整嘅話，真係已經十分難得啊！亦都只有收到呢啲貼紙完好嘅個體，你先可以了解到，其實佢哋當年生產自泰國。萬物皆有原型啊！我一定會幫你哋查根究底嘅。歷經多年，千辛萬苦咁收到嘅一隻原版，從上邊尚算完整嘅貼紙可以見到，佢係卡巴亞喺80年代推出嘅朱古力機器人糖盒，每盒只需100日元。背部仲印有入邊朱古力嘅配料表。抬起機器人嘅雙手，我哋可以見到正版嘅貼紙係圍繞機器人嘅身體4面都貼上。而我哋細個經常買到嘅呢種山寨版本，就只有正面同背面2張長方形貼紙。喺呢4-5年嘅收集過程當中，其實亦都相繼遇到好多唔同配色或者唔同造型嘅糖盒。但係為咗可以俾大家更加直觀咁睇到正版嘅糖盒當年究竟裝住啲乜，所以真係花咗好長好長嘅等待時間，先至有今期嘅視頻啊！雖然我收到嘅呢隻入邊仲裝住原年嘅朱古力，但係歷經30幾年嘅洗禮，入邊嘅朱古力已經全部粉狀化，所以呢個已經係我盡咗自己最大努力之下，可以展示到俾大家睇嘅正版卡巴亞原版，同埋我哋細個真正可以玩到喺手上嘅山寨版本嘅對比。咁多位80後，如果你哋細個都對呢種機器人糖盒有印象，而又實在諗唔起佢哋究竟係啲乜嘅話，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幫助啦。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。85後都成40歐啦，大家記得早睡早起，下期再見。如何避過心中那過雲雨，我翻開了我床鋪。